大家欣賞下陸川 QC 嘅名款啊！佢就而家講係5馬規錯，就我本人所看呢，佢係水神靴，攞個水神炮個座，嘅靴係水神炮。前面屏障啲重重貼故障，左邊青龍，方太其他重重貼嗰啲屏障故障，大家看清楚啦，重重貼啦，啲屏障重重貼故障啦。所以講呢架天車苦夾連燈啊，架天啦。左邊青龍慢慢走咗俾大家看。個左邊青龍方咧，其他金水神啊，貼用落。嘅前身講嘅咧，左邊青龍方咧，就貼唔縫啊，就攞過嚟啦。後背內龍方咧，嘅3台劍圖神來碌龍過來嘅，3台劍圖神啊，變成水神默過來。喺住女龍喎，大家看清楚喎，放大俾大家看啊！嘅身子係水神速用來夾嘅字㗎，攞水神炮來夾啊！聽你講係哨牙鎮嘅作品啊，慢慢就俾大家看啊！夾字嘅裝法，將我本人所學用。天空補劇法來點樣做格子㗎？大家你冇動亂睇，有冇動力嘅天空補劇法？右邊炮符，前面呢叫做呢金水神教堂，看清楚喎，金水神教堂，就係金炮水神，左邊青龍方呢？嗰啲屏障啊，貼用來做是高拍連天啦，聰明伶俐之主啦。右邊炮符啊，右邊炮符用夾身子呢做合劍啊，用夾身子做貼。見內龍方啊，攞夾邊內龍啊，要放大家身子俾大家看啊。最攞架餅睇上來龍啦，其實係用呢天空補劇法啊！你冇動兩頭嘅，冇動力嘅方法㗎，你動兩頭嘅來看住啲人家射住嘅作文冇突圍車，冇做來看啱先咁嘅講睇法㗎，其實呢感覺咁樣嘛。放跟住，我先前面放啲周狀嘅，一陣俾大家看下。嘅起身啦，嘅起身咧係做嘅水神炮來嘅鐵嘅，呢個以前嘅名師哨牙鎮嘅作品。謝謝大家欣賞喎，下次要發多一次俾大家欣賞啊，謝謝大家。